日必得心提十節，見節用八切家，每年去看一好嘅前途，去享受一好嘅日子，都係撞切家嘅口，因為切家嘅口，實馬講出快，安固去到切家登山。那每年去好嘅前途，都係好好將一實馬講出嘅話，日必得31節安樣講到。切家都係離開了做壞嘅生事，做壞嘅事情，用功切家格攏眾人，要和平格攏眾人好意思。那每年好嘅日子，好嘅前途，冇得失咁多人，所以切家講切家嘅實馬講出嚟口話，唔係得失多人。日必得32，因為到上帝嘅目標。要看語言嗱，所以切家射箭你行到，何先小心，唔好亂來做生事，因為所有事家做在上帝嘅面前，上帝地少，因為嘅目標望天下嘅人，因為到語言上帝要照顧，你要求上帝要幫持，你要禱告自己，討上帝嘅恩典，上帝祝福切家。因為到上帝唔輸吉人做壞生事，切間義人做好生事，祝福人，要相信幫持人，要照顧人，相信照顧上帝合意，上帝歡喜，所以切間行好嘅前途，好嘅日子，格攏眾人要合作，切間好好，唔好得失人，得失人，你心中誰麼都冇偏見，所以切間。唔好得失人撒回嚟，上帝唔合意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們。